大家好，我是克山佛教中心的释小心讲法师，是尊贵的占德古仁波切弟子。我们接下去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仁波切这一本英文书《Peace》宁静。那这本书总共分成7个章，每一个章呢就是分成几个小节，一般上是3到5个小节。我们目前分享的内容呢是到了第2章的第1个小节。那你从这个目录上，你可以看到这是属于 Part 2 Peace Come From 6 with Real Giving。那其实属于这具体来讲，它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第6节也可以。它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标示的方式。那第2章的第1个小节呢，它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它讲的是宁静来自于真正的施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Peace come from real giving。那这个所谓的 real giving 是什么东西呢？那真正的施予，什么叫真正的施予？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再重新再说一次。那真正的施予呢，它是不是一定是要财富上的施予呢？还是属于什么样的施予呢？那这里有特别的就跟大家解释说，真正的施予其实并不一定是财富上的施予。其实是当我们怎么说呢？当你想起你爱的人，你关爱的人，你真正在乎的人，你想为他们做些什么，真正你为他们付出什么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种施予的一个开始。但是当然我们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了一点，就是说不要以为，就是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就是说一般的付出啊、给予啊、爱啊，那种就是一种施予，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施予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没有办法去被评估，而且它并不是只能带给一个人的好处，它其实是带给施予受双方都有好处的。与此同时呢，它并不只是局限于目前啊、现在啊，它是非常长远的。其实这就是证悟者的施予或者和一般人的施予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真正的施予和一般的施予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一般的施予呢，其实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们看的并不长远，我们只看到目前的短暂的。你可以说它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没有办法看得长远。那有些时候还有加入了很多的个人的私心。那比如说这里就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去好好去想一想。那比如说我们都说母爱很伟大，那母亲给予孩子的这种付出和施予，是真正的施予吗？这个我们要去想。其实不是批评母亲刻意去做些什么不好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是完全不是那么这样子，完全不是那么说的。他这里说的是，其实毕竟我们都是做活众生的，其实我们没有在修行的，可能我们也不太了解佛法的。我们对于这种真正的究竟意义上的施予，我们其实并不真的明白。我们只是根据自己本身的一种本能的一种需要，或者是心里觉得该怎么样，我们就去做。那母亲对孩子呢，当然是非常无私的，她要牺牲自己，她母亲对着孩子的时候，其实她做到了忘记了自己这回事，在这一点上是无私的，忘记自己，她已经比一般人的付出来的高很多了。但是你说它是真正的施予吗？它不完全是。为什么说不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看。那如果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施予，它应该就是等于是佛菩萨那个等级的施予。那种施予呢，其实是没有分对象的，那种是真正的无私，没有分你我，没有分别心的。所以母亲如果对自己的孩子，她能做，她如果她对别人的孩子也能够像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样，那种呢就是真正的施予。但当然很可惜，也应该说，其实他特别强调，这并不是错，那只是一种本能的，就是我们本能的反应。他一般母亲他非常爱孩子，他会为孩子牺牲，但是他的那种爱里，他的付出里呢，他是有很强的你我之分的。比如说，当别人家的孩子跟他自己家的孩子之间有了冲突的时候，那母亲呢，很自然的就会去维护自己的孩子，很自然的，其实他也就是永远都是会只看着只照顾自己的孩子。
那这是种天性，那没办法，但是我们要搞清楚，那并不是一种究竟意义上的真正的私语。而且呢，私语有分成很多种，除了真正的私语，一般就是其实要看他动机怎么样，那分成很多种层次。那一种呢，另一种就是你答应的东西，你一定要做到，那而且呢，你要持之以恒的去做，那每天去做，那总是保持一致性、一贯性。那它保持一致性和一贯性，它的好处在那里？为什么需要呢？因为其实你答应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那算是一种布施，那是一种施予。比如说我答应说，我看到你很辛苦，那我答应说我每天就帮你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每天要特别到某一个地方去买东西，就很麻烦，那我就答应你说，那我每天帮你买这件东西好了。那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没错，但是你能够确保你是每天都那么做吗？把它当成自己的任务来做吗？还是你一般人会觉得我帮你做这件事情，他觉得我是在给你好处，我是在怎么说呢？是我在付出，我在给你。他没有他这一点上，往往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其实当你答应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说 OK 我帮你做，他想的只是我方便的时候帮你做。所以今天他做了，明天做了，后天做了，那在大后天呢，他可能说啊，我睡不醒了，或者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他就没再做了。那可能做，他可能不然就3天，就是做了3天，那可能就停2天，那再做几天，再停几天。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不一贯、不一致，也就是没有持之以恒。那你这样子的帮助，你有帮助到对方吗？其实当然是有，就是当你帮他的那几天，你算是帮到他的，但是你能真正给他安心吗？那并不是，因为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呢，或者是他把这个省下来的这些就是邮费啊之类的，汽油费吧，交通费，他如果说你答应了你就去做的话，其实他可以把这些时间和这些钱吧，他可以做另一种规划，他可以更好的，他可以把比如说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每天让自己去怎么说呢？去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丰富自己啊之类的。他可以安排可能上一个短短的课，或者是去每天固定去找一些人，去学一些任何东西，什么都好，他可以安排他的时间。但如果说你今天答应了，你明天做，后天不做，那他没有办法去展开他的新生活，他没办法，因为他对你没有信心，那他其实他得到的可能就是那几天的怎么说呢？就是不需要走，不需要劳顿，就是那几天而已，他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新的安排。那与此同时呢，他比如说更那个的就是如果说那一个人你帮的那一个人，他打算把那个多出来的半个小时打算拿来帮另一个人的话，那其实你的不一贯、不一致，或者答应不去做这件事情呢，你不只影响第一个人，那你也会影响到第二个人，那第二个人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又影响到第3个人，所以这一个施语，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致，能不能做到一致，言出必行，能不能持之以恒，那非常非常关键。那其实这是仁波切在日常生活中呢，就不断提醒我们的，不断告诉我们的，跟我们说的这些教诲。仁波切常常就强调说，你真心想要做些什么东西的话，你真正的关心的话，那其实从第一点，从什么开始做呢？不要让人家提醒，不让人家提醒你，你对你该做的事情，你自己要自动自发去做，别让他人再去提醒你。那从这一点开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基本上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施语这一个部分，
所以这也并不是钱，不要说没有钱，因为我们生命中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是不断在改变，它随时都会改变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离开的，所以不要等。这是其中另一个，还是说知道生命的无常。好的，那这些内容呢，目前这62页的我们已经分享完了。然后说私语呢，是内在的私语，内在的一种稳定性的、持续性、一贯性的一个私语。而且说，如果你要真的要付出要私语的话，那你现在就开始，别拖了，别等说啊，我等到什么时候，等我累积了一些财富啦，等我怎么样啦，等我心理准备好了啦，这些其实是等不得的，人随时会走，你不要等到来不及了，等到再也没有机会了，才想要付出。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对父母。那我们很多时候总是觉得啊，我现在很忙着创业啊，我的人生刚开始，我迟一点再回去探父母吧，或者我迟一点再带妈妈去吃饭吧，反正我都很忙。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社会上这么多年了，这样子的忙，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实是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那如果说你始终都处于不稳定的一种情况的话，难道你就不去探访自己的母亲吗？或者自己父母吗？那难道要等到再也来不及了，等不到了，或者等到他们离开了，你才来懊悔吗？所以要做什么东西呢？就立刻去做，现在就做。当然你答应要做什么东西，你不要一口气的就答应了很多，然后公告全世界，然后再做不到。那你如果这么做的话呢，你只会把自己推上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一条道路上。那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就是你答应了，但是他没有他很就是在表面上面子上他很要面子，他就承诺了很多，拿下了很多单子，一口气可能答应了很多人帮他们做任何事情，那其实本身一来他本身做不到，二来他没有真正的意愿去做，那么做了两天3天，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那而且还公告全世界了，那第一次食言是还好，大家可能可以原谅，但是如果再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的话呢，那声誉怎么办？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圈子再继续待下去，那怎么办？那只有离开。所以要想清楚，我们要答应事情要做，那一步一步做，不要为了面子，不要为了好看，一口气太贪心的去做太多事情，要实际。好，这个是上一期讲到的，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好，The goal of life is to be happy. Don't even talk about enlightenment yet, because you will have excuses about that too. You say,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That's too far away. Don't worry about me. That's fine. I agree with you at this moment. But what about your parents, your loved ones, your husband, your wife, your children, and your friends? What about you loving them and showing it? You can do this by being consistent. So if you make a promise to your parents, do it. Do it at all costs, at the cost of your life. Your interactions with friends, your own pleasures and your time, do it. If it is promised to your daughter or your son, do it. If it is a promise to your clients and friends, do it. If it is a superior promise to a Dharma center, do it. And do it consistently. Being consisten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ing consistent to our loved one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develop that, it extends to other people. 好，那这个呢，就这里讲的是生命的目标，它其实它讲就是快乐。生命的目标是快乐，你现在甚至不要去谈到说什么正悟不正悟的，因为这太早了。而且呢，如果怎么说呢，你一样会有自己的借口，你会说，哎，我不需要担忧这些，那太遥远了，不需要我有担心。
你说哎你这些，如果说你基本生活上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不要说正路，不要说那么遥远，你会说，我不需要担心这一些，这太遥远，不要担心。我想可以没问题，而不是说他赞同的，但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爱的人怎么看你？你的丈夫啊，你的妻子啊，你的子女啊，你的朋友啦，他们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你能不能去爱他们和表现出来呢？能不能呢？你让他们知道你是爱他们的，能不能这么做呢？你应该用很持之以恒的一致的一种态度来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答应了父母什么事情的话呢，那就去做，用尽一切方法，无论你是要牺牲你个人你朋友的互动，或者是你的兴趣或者时间等等，你不要再犹豫了，当下你应该就去完成它。如果你答应了这些儿女啊要什么事情的话呢，你要去完成它。你答应了你的客户啊或者你的朋友啊等等的，也要完成它。尤其是答应了佛法中心的事情呢，那是很崇高的一个怎么说呢？能够让你累积功德的一些佛法事业呢，那你更要去完成它，而且要怎么讲呢？是很稳定的、一致性的去做，那非常重要的。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你一定要保持这种一致性的态度。而当你这么做了，它就会逐渐的就扩展开来，会扩展到其他人身上。On a higher level, we may feel helpless about helping other beings, knowing that we cannot do anything directly for them now. But we can start by being consistent and keeping our promises at the cost of our lives. I don't mean to be that dramatic, but that's how much effort we should put into our practice. W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whatever we are doing to help people and with whatever promises we have made. I'll give you a very superior yidam or excellent secret tantric. Practice. Never make people chase you. Never let people remind you. That is the highest tantric deity practice. That is better than Tsongkhapa's, Vajrayogini's, or Zambala's practice. Never let people chase you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Don't wait for someone to remind you. Let's not even talk about the pain you have created for another mind. The minute you let someone remind you, you let yourself loose because you rehabituate that negativity and negative attitude in you becomes stronger. Why would you want to do that? It only creates more unhappiness. 好，那这几段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在更高的层次上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帮助别人，让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力不从心。我们为什么觉得力不从心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下我们其实做不到太多。但是你当下做不到太多不重要，其实有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说，你要一开始，或者是第一次做就把最好的都做出来。那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很好高骛远的说啊，我答应你，我爱这个人，那我打算就一开始就给他最好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就比如说讲经济能力就好了。你不可能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你怎么可能说一下子你就说我要买一栋别墅给我自己我亲爱的妻子？那其实不可能。那你难道因为这样子就放弃而气馁吗？那如果难道你认为你的妻子嫁给你是想要这样一夜之间得到一栋别墅那样子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他嫁给你，他当然知道你身家有多少，他当然知道你的能力如何。所以并不是这些，你要给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信，一种一致性，一种让他感觉到你的诚意。你比如说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你从你
不乱花钱开始，或者你从你努力多打一份工啊，或者是很努力的去自修啊，就让自己有更多的条件去怎么说呢？有可能拿到更好的薪水啊。你从自我增值开始去做，那让他看到，那而且是每天持续一贯的去做，你答应他，你看到他，你让他看到你的目标，那这其实这就是一种私语，这是真正的私语，这是你做得到的，而且真正爱你的人是明白的。你只要答应了去做呢，信守这个承诺呢，甚至有些时候牺牲自己的一些爱好啊，自己甚至到了最高层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了。如果你这样子，那就是一致性。仁波切说，其实他并不想那么戏剧化，但这确实是我们在修行上所应该要付出的努力。无论在协助他人呢，或者是任何我们承诺过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确保行为的一致性。那仁波切说，我会传授给你一个十分高级的本尊修持法，不要让任何人催促你，别让他人提醒你，这就是最高级的密续本尊修持法。这比宗喀巴大师、金刚瑜伽母或黄财神的修持法都来得好。他说，别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来提醒你或者催促你，别等到别人来提醒你。我们姑且不去说你给他人的心带来的伤痛有多少，他讲，当你让别人提醒你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让负面的习性固态复萌，而你身上的负面态度呢，也会越来越根深蒂固。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做呢？那只会带来更多的不愉快而已。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高深的一个教诲。其实你自己你也明白，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是觉得对别人惭愧的。但如果你已经尽力了、努力了，而且你是一贯很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你心里是清楚的，你不会觉得惭愧，即使你做不到。好。How long do you think the people you love can last with you and the way you talk? They may love you, but they may not want to be with you. They may care about you, bu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live with you or stand you. They may help you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nd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but they cannot physically be with you because you create a lot of pain for yourself and it hurts them. You will attract your own kind. Look around you, at the friends you have, at the people around you and the level, and you will know what you are attracting. If you are around people who cheat you, that is what you are attracting, and that is the energy you are sending out. If you are consistently around people who are moody and down, and who don't want to do or accomplish anything, you need to think if it may be that is you, and if that is what you are attracting. If we are attracting that negative energy, sour faces, scolding, people ignoring us, we have to think, yes, I'm getting that. They are doing that to me, but I am doing that too. But am I doing that too? Don't just sit there justifying and explaining back and forth. Do something about it. 好，那这一个呢，说别等到别人来提醒你。我说这个讲过了，你认为你爱的人能够忍受你以及跟你说话的方式，他能忍受这样子的事情多久呢？你认为你爱的人能够忍受这样的你多长时间呢？他们可能爱你的，但他们并不见得想跟你在一起。一次一次的失望，他可能不见得想跟你在一起。他们可能依然是关心你的，但是他们并不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或继续忍受你。他们可能在你的余生，他们在你的一辈子，他们都随时愿意帮助你，但他并不想真正的就是在实际上跟你更靠近。为什么呢？因为靠近你只会给我们带来伤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吸引的是跟自己同一个类型的人。他讲，只要看看身边的朋友就好了。你身边的朋友和他们的程度怎么样，你就会知道你在吸引些什么人。如果你吸引的人呢是那些欺骗的人，那就是你吸引的，那这是你散发的能量场。
如果你长期身边围绕着的人都是很情绪化的，长期都很沮丧的，什么都不想做的，那你要认真去想一下，你本身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直在吸引这些负面的能量啊，这些臭脸啊，或者是这些脾气很臭的人啊，或者是那些别人常常不理我们呢，那其实要认真去想，是你要去想，是我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种遭遇，这是事实，别人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那让我们很不愉快。但是当你这样想，你同时要想，为什么我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其实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这身边的人其实是我们的镜子。你看着身边的人的时候，你要认真去不要一口就否定说你没有。那其实你可能是构成这些情况的怎么说呢？你自己本身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倾向，或者你自己本身其实在做这你不自觉，要认真去想这个东西，不要只是做这去反驳啊，去解释啦，长篇大论的去看，然后去做出一些改变，现在就改变。那这是第2章第1节的内容，我们分享到这里。那好，在结束之前，这点请大家认真的去想一想，关于这个私语和它的一致性，尤其在一致性上，持之以恒这个态度上非常非常重要。你尝试，如果你没试过，你并不明白的话，那你尝试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开始，从一些小小的事情开始就好了。就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你答应自己说，我每天早上睡醒的一件事情，我看到妈妈，我一定要对她笑笑，要跟她道早安，或者是拥抱她。你每天持续做，你会看到有很大的一段时间过后，你看到很大的差别，跟母亲之间的关系，那种亲密度啊，或者是如果原本关系不好的话，那个关系会有改善，这是你看得到的。你可以尝试从小目标开始做起，不要小看这个一致性。那一致性呢，从我们身边所爱的一些我们身边周围所爱的人开始，到你自己本身的生命和事业，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到了最崇高的层次，就是比如说是我们的修行上，那更是影响重大。所以请认真看待这一点。好，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慧明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身上师，唯愿随时享有真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记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心灵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高八，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子相主二之意，祈愿上慧明生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那好，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